Star Wars na sinakyan ko ng roller coaster na mabilis na mabilis. Gusto niya ng adventure eh. Sabi mo, pwede naman. Kaya mo, pwede naman ako magdagdag ako. Kaya hindi parang niyuyug-yug tayo kanina. Gas. Parang ako talaga. Hindi sister was safe yun kasi gusto mag-iyan siya. Gas din. Buti nandito tayo sa ano.集結喺香港以南大概150公里，即在北緯81度、東經114.4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概係30公里，移向廣東西部沿岸一帶。
山竹繼續穩定咁移向廣東西部沿岸，進一步逼近香港。進一步睇緊呢，對本港構成係會有相當大嘅威脅㗎。按照而家嘅預測路徑，山竹會喺今日中午前後最接近珠三角一帶，喺香港以南大概100公里掠過。預料10號強風，10號呢個颶風信號呢係會維持一段時間。山竹嘅環流廣闊，具破壞性嘅猛風正影響香港離岸水域。喺過去1個鐘頭，橫瀾島、大老山同埋青洲分別錄得嘅最高持續風速係每個鐘頭180、160同埋129公里，最高陣風呢分別係每個鐘頭212、242同228公里。山竹嘅強雨帶正影響香港，帶嚟頻密狂風同大雨，海面有極巨浪同湧浪。香港將會由吹東北風逐漸轉為吹東風，原來受遮蔽嘅地方呢可能會變得當風，市民需要保持高度警覺。受到風暴潮影響，維多利亞港嘅海水高度會喺今日中午到下晝4點期間上漲至海圖基準面以上，大概3.5米或者更高；而大澳嘅海水高度會喺今日下晝2點到5點期間上漲至海圖基準面以上，大概3.8米或者更高。海水上漲加埋大雨，可能會引致低洼地區出現嚴重水浸。提一提，紅色暴雨警告而家係生效㗎。天文台特別呼籲市民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而最新嘅消息啦，留意電台、電視台、天文台網頁或者手機應用程式。呢次風暴消息報導完畢。Honey， 咁大件貨點送啊？實趕唔切啦！呢度係咪迪士尼入邊嗰度啊？係啊，啱啱過完收費站上橋就100米到嘅咁啊。而家去兩架嗰啲車喺度搞緊，搞完先行得。